大家好，我是关河。本来袂晓讲台语，但是旧年开始学台语啊。做平安正面，正面较水。一间敢若家乐的房间，也是互人想要吐的青色。兵来救我啦，建国！我本来就是一个演员，嘛捌用台语演过戏啊，但是也是感觉无够认真。桌顶一粒桃啊，桌顶一粒桃啊，桃边一支桃啊，桃边一支桃啊。我互人退学啊！救人哦，放我出去！因甲我送来这间我收到伊的学校啊，有影是天地颠倒病。我感觉台语比华语搁较会当表达感情，用台语表演的时阵，自然就会当有感情出来。我无想要搁讲伊啊，囡仔我摕掉啊。即马我甲伊是田无沟，水无流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关河。